Hello，如果你有200平嘅露台，你打算我嚟做啲咩呢？今日睇嘅係一套東江新城片區一套產權面積133平嘅單位，實際利用面積高達170平，仲大而家睇到嘅200平大露台。呢個大露台可以做嘅嘢就多咯，中間可以好似業主咁種上自己心愛植物，前面搞個秋千搖椅啊，後邊再搞個燒烤區，一個露台啊就可以裝得落滿滿嘅寫意生活啊！再睇下從左邊到右邊啦，已經搭好晒玻璃棚，咁又慳翻唔少錢喎。咁我哋而家入去睇下室內係咩情況。入到嚟睇下，原來係套新中式風格嘅單位啊！牆面用嘅係硅藻泥，地面嘅磚咧係用仿古磚啊！呢種磚有出色嘅防滑性，尤其適合有老人家或者小朋友嘅屋企。無論餐廳或者客廳啊，都隨處可見嘅紅木家私啊，滿滿嘅中國元素。過到嚟呢度係我哋嘅入戶區，側面呢個空間係玻璃搭出去嘅玄關區，亦可以喺呢度出到去露台度。對面係廚房，四四方方夠四正，全屋南北通透。再睇下呢個陽光，唔好睇佢得2樓啊，陽光真係夠充足。全屋主體牆面係用硅藻泥，但亦都用到麻石做點綴。呢套單位一共4房啊，呢一間房業主就放滿咗成屋嘅殘，而對面係一個小朋友房，好大下，有成15個平方嘅公共衛生間。呢間亦都係個小朋友房，都係有15個平方。到咗主人房啦，主人房係大衛生間嘅套房啊，採光各方面係完全冇問題嘅。行到嚟睇下我哋園林，哇！出邊啲樹都幾高，綠油油一片啊！從呢度仲可以出到去露台嗰度。好啦，呢套單位產權面積133平方，實用面積高達170平方，仲得200平方嘅露台喎。最主要嘅係出門口就係學校，學校名就係呢個小區名啦，呢個唔多講啦。如果大家有興趣嘅話，可以評論區話我知咯，我將成套完整嘅資料發俾你。記得點讚關注哦。